杨子知道蛮好的，不要想戴口罩的。看不见戴口罩。恐不恐慌？严不严重？看你们还戴不戴口罩，都当是小事。可能这现在武汉市是个么情况？到屋里看这人呢，黑压压的。恐不恐慌？严不严重？看你们还戴不戴口罩，都当是小事。可能这现在武汉市是个么情况？这是在打针的现场，一个男的受不了，他要钱呀，把钱全部往地下撒，但是没有人去抢。他怎么说啊？我不知道怎么办。一场我都给他怎么办呢？一千多万呢？又进来了几个，哎。一场我给他全买了。往后退，往后退，往后退，别过场了。往后退，往后退，往后退。有人直接倒了，正在抢救，心肺复苏好像是。The Wuhan coronavirus, people are starting to drop on the floor due to the virus.杨子知道蛮好的，不要想戴口罩的。看不见戴口罩。吉林大学第二医院一共去27名医务人员，绝大部分是呼吸科、感染科、重症医学科的医生和护士。这次呢也是我第3次，最大的是2003年 SARS， 我们也亲临前线。
所以对我们来说，呼吸科医生来说，这不是一个陌生的事情。所以疫情一来了之后，我们很快的就做出了迅速的反应，为这次疫情抗击疫情、阻断疫情、早期防控出份自己一份的力量。我们去了以后，将根据中央或者当地政府的安排，我们将帮助当地医院，主要是针对患者的治疗以及院感防控。我们这些人都是专业人员，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，但是一定会按照科学进行防治和防控和救治，请大家放心。